The Chosen 選民。文章題目：從聖經看饒恕。作者：恩雅。文章源自中信。聲音導航者：粟米。誰能定誰嘅罪呢？高中嘅時候，我就對饒恕有好多嘅思考，好多書上面都係咁講嘅。饒恕別人係對自己好，唔原諒就好似係自己食咗毒藥，佢係希望別人被毒死。所以為咗自己最大嘅益處嚟睇，我哋要饒恕。但係道理係一回事，行出嚟又係另一回事。饒恕人並唔容易㗎。我信主之後，發現聖經中常常講到饒恕，有咁樣嘅一個故事。文士同法利賽人帶住一個行淫時被拿嘅婦人，叫佢企喺中間，就對耶穌話：夫子，呢個婦人係正係行淫嘅時候被拿㗎。摩西喺律法上吩咐我哋將咁樣嘅婦人用石頭打死，你話應該將佢點樣呢？佢哋講咁樣嘅話，乃係要試探耶穌，要得住告佢嘅把柄。耶穌卻係彎住腰，用指頭喺地上面畫字。佢哋仲係不住咁問佢，耶穌就直起腰嚟對佢哋話：你哋中間邊個係冇罪嘅，邊個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佢。於是又彎起腰嚟，用指頭喺地上畫字。佢哋聽見咁樣嘅話，就從老到少，一個一個咁都出去啦。只係剩下耶穌一人，仲有嗰個婦人仍然企喺中間。耶穌就直起腰嚟對佢話：婦人，嗰啲人喺邊度啦？冇人定你嘅罪咩？佢就話：主啊，冇啊。耶穌就話：我都唔定你嘅罪啦，去啦，從此唔好再犯罪啦。約翰福音8章3至11節。捉住我心裏邊嘅嗰句話係耶穌精彩嘅回答：你哋中間邊個係冇罪嘅，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佢。以色列人好有自知之明，呢個同聖經一貫教導人認識自己嘅罪有關。本質上嚟講，大家都係罪人，50步何以少8步呢？人豈能代替上帝？只有主耶穌可以定嗰個女人嘅罪。但佢卻係對佢話：我都唔定你嘅罪啦，以後唔好再犯罪啦。與嗰群自以為義、憤怒嘅以色列人唔同，主耶穌滿懷恩慈咁饒恕咗呢個有罪嘅女人，並透過饒恕建立咗佢。聖經之中仲有另一個故事，俾哥哥賣到埃及為奴，又被冤入獄，後來俾上帝抬舉為宰相嘅約瑟，冇諗到多年之後重遇嗰啲嚟討荒要飯嘅哥哥。約瑟喺極度傷痛之中冇報復，而係饒恕。後來父親與全族人都遷嚟埃及定居。再後來父親老死，嗰啲哥哥心恐日後約瑟會嚟秋後算賬，就去求饒。約瑟喊啦，對住俯伏喺佢面前嘅哥哥話：唔使驚，我點能夠代替上帝呢？從前你哋嘅意思係要害我，但上帝嘅意思原係好嘅，要保存許多人嘅性命，成就今日嘅光景。而家你哋唔使驚，我必養活你哋同你哋嘅婦人孩子。約瑟嘅話俾咗佢哋極大嘅安慰。參創世記27至50章。
約瑟講得好清楚，我豈能夠代替上帝呢？創世記50章19節，人唔能夠代替上帝審判別人。我哋成日話公義自在人心，人嘅良知本來就係上帝公義所投射嘅影子，人心卻係已經被罪污染。上帝先至係公義嘅，有權柄施行審判。除咗理解上帝用心良苦，約瑟點能夠代替上帝審判哥哥嘅罪行呢？係㗎，生活裏邊好少冇人被傷害過，甚至傷得好重，有啲更加係俾至親傷害。你有冇選擇原諒同埋饒恕呢？上帝係公義嘅，萬不以有罪嘅為無罪。同時，上帝有豐盛嘅慈愛，佢又常常赦免我哋嘅罪孽同過犯。比如前文中嗰個有罪嘅女人，饒恕真係吃虧嘅事嗎？聖經既然教導你們饒恕人嘅過犯，你們嘅天父也必饒恕你們的過犯。你們不饒恕人的過犯，你們的天父也必不饒恕你們的過犯。馬太福音6章14至15節，盤算一下就知道，唔饒恕係吃虧嘅事。上帝最終會審判世界，審判我哋，每個人嘅功過得失都擺喺佢面前。我忠心做好上帝要我做嘅就好啦。上帝讓我哋寬恕，我哋就學習饒恕。至於我受嘅傷害，佢會包紮前果，死蔭幽谷亦都有佢陪我一齊走過。最終我會經歷佢嘅大能，自己亦都得到成長。饒恕事先講我同上帝嘅關係，再講我同別人嘅關係。佢要我饒恕，我就順從來饒恕。饒恕係先睇上帝，再睇別人。上帝喺我裏邊偉大為先，人嘅歹毒就不足為懼啦。比如前文嘅約瑟經歷咗被賣、污衊、坐監，不也同時經歷上帝嘅愛嗎？從前你哋嘅意思係要害我，但上帝嘅意思原係好嘅，要保存許多人嘅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創世記50章20節，回頭睇，滿滿都係上帝嘅恩典，不僅保存佢，亦都保存咗佢嘅大家族。饒恕唔係拋開自己嘅情感，唔係輕看自己，唔係看破紅塵，遁入空門，而係靠主耶穌所賜嘅力量，用意志去饒恕，唔去睇對方幾咁壞，唔去睇自己受咗幾多傷害，放低自己嘅得失，將自己完全交託俾主耶穌，信任佢嘅愛同埋大能。回首咁多年嚟，我經歷過好多傷害，甚至係極大嘅傷害。慶幸嘅係，我成咗基督徒，上帝用佢嘅話慢慢啟發、安慰、幫助我，我亦都一點一點咁學習饒恕，並且進步。我越來越體會到，每一次饒恕，收穫滿滿嘅恩典。如何學習饒恕人？饒恕人唔容易㗎，但係饒恕孩子就唔難。每一個孩子都係喺父母親人嘅饒恕之中長大㗎，因為佢哋懵懂無知，做咗壞事喺親人眼中依舊調皮可愛，
所以好容易被溺愛，得到饒恕。我哋會唔會以同樣嘅標準去饒恕配偶呢？唔會，我哋會認為配偶唔係細路仔，無知者先係無罪㗎。其實配偶的確唔一定完全了解我哋㗎，好多時候的確係個無知者。我哋會唔會仔細思考生活中嘅矛盾，睇一睇彼此喺邊方面仲係唔了解？夫妻間嘅小矛盾一般好快就升級，影響咗情緒，積聚落嚟會產生關係嘅裂痕，懷疑自己係唔係揾對咗人。從事情嘅矛盾上升到人際關係嘅矛盾，再上升到對配偶人格品行嘅不良論斷。難怪家家有本難念嘅經，如果冇饒恕，真係會家無寧日啊！喺我信主之後，聖經嘅教導、聖靈嘅光照，讓我更容易睇到自己以前冇察覺嘅罪。罪惡感比不信嘅時候更加沉重，好難過。但係當我哋真心悔改，主耶穌已經赦免咗我哋嘅罪，但係心裏邊好似仲係有個大石壓住。撒旦呢個時候就會趁機控訴我哋，動搖我哋。有時良心喺狂風暴雨裏邊仿佛要翻船，幸好有上帝一直與我哋同在。痛苦掙扎之後，聽到上帝話：小信嘅人啊，為什麼膽怯啦？然後內心嘅風浪平靜啦，更深認識自己嘅罪，亦都更深認識上帝嘅赦免同饒恕。我鍾意同朋友討論饒恕呢個話題，因為饒恕一端係人嘅罪，另一端係上帝嘅公義同愛。饒恕本身係上帝嘅命令，係我哋需要學習嘅功課。呢個功課嘅本質係信服佢嘅帶領，支取佢嘅愛而得嘅力量。上帝饒恕人嘅過犯，係透過耶穌喺十字架上代替我哋嘅罪，受佢公義嘅審判而死。饒恕係上帝主動發起嘅，主動差耶穌嚟到世上，為我哋成就救恩。願我哋有更多嘅饒恕，更多咁依靠主耶穌。真正嘅饒恕會讓內心得釋放，更加明白耶穌救恩嘅甘甜。我只願能更多聽見你，依偎在你同在裡，更貼近你的心意。我只願能全心依靠你，永遠不離開你。是你賜給我生命氣息，賜給我溫柔的心，能讓我全心相信。世上無人能夠取代你，一生只願為你。主，我獻上自己，成為愛的器皿，來完成你旨意，一生永不放棄。主，我獻上自己，救贖着我生命，只將我你命定，我全人只為你，一生只願為你。